明仔大家平安。平安。咱备办心，大家来敬拜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尾归去。我的心神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三个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22首，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也做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雁风台，永恬安稳所在。圣诗222首，来起立，大家来念。Oh
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17。启文17，1029页。也就是诗篇65。启文17，咱大家来启用。上帝啊，人就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拣选互阮。互因亲像亲近你，住伫你殿里，一款人真有福气。我要成为你的属，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你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让土地无关法，互土地信归。上帝的河水满满。你让人水土地光地光。你管压产园收平的土地，你赐福互农作物大产，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地，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同心阿头来祈祷。即世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平安顺遂。伫主日，阮三兄兄弟同心聚集伫你圣殿敬拜你。主啊，阮为即块土地诚心祈祷，为即个城市，阮谦卑恳求，求主看顾保守。互阮现时所拄着侪侪扰乱、阻挡甲攻击，要来影响着阮国家安全甲民主的自由。愿主的真理哪光遍照全地，你的旨意伫正，互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亲爱主，求你慈悲怜悯疼痛，安慰着虽然姊妹名义长老因忧伤艰苦的心。安慰着因着遗作，暑假已经开始，阮感谢主，互阮教会青少年顺利毕业，有主你的祝福，互因进入更较悬的学校，进一步新的课业。有主你赐因聪明智慧，迎接新的开始。而即是阮兄弟暑假期间安排侪侪国内外旅游探亲。求主看顾大家平安出入，拢有主你的看顾。天气炎热，愿主你顾守阮年长的一辈，大家身体勇健，平安顺遂。愿谦卑恳求，愿你应允，圣神降临甲阮同在，互阮安静心领受对天而来的教示，互讲的听的平平得着祝福。基督感谢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咱今仔日咱要兄弟大家三角同心，伫主面前来学乐，咱要来吟圣诗541首。圣诗541首，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盖上你。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
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听着分享，毋通丢除，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毋通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咱今日三甲来练。请坐，恭受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8节。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8节，科学本246页，汉语本202页，现在中译本271页。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咱来看，我来读。我用奥妙甲恁讲，咱无要困，无要拢困，是要拢变化。一时仔久，目一个年，越期扫甲等的时，因为扫甲要等，死人就要过活，变做袂响烂的，咱也要变化。因为即个会响烂的，的确。就变做袂响烂，即个会死的变做袂死。若是即个会响烂的已经变做袂响烂，即个会死的已经变做袂死。就所记载讲，有血无死来看赢伊，即个话迄时要应验。死啊，你的看赢伫倒落？死啊！你的厉害伫倒落？死的厉害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总是感谢上帝，伊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较赢。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拽，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活伫主，毋是空空。以上愿主的话，讲做咱的班赞。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讲的题目是基督徒服侍的动力，咱详细来听。留下这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拄啊好过一半的日子。6月30号，明仔载7月1号就是咱2024年的后一半的第一日。所以伫今仔日，咱也做伙
来思考着咱伫2024年的头一半，咱有做了啥物？咱有啥物？你本来按算2024年计划要完成的，即马还未完成，也是讲你2024年你本来有啥物计划，咱会当伫即个时阵，咱做一个反省，做一个算做是年中的一个检查。但是今仔日，咱煞接咱前几礼拜所做伙来思考的，就是基督徒的服侍。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进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主你的带领甲保守。互阮伫2024年的前半，对一年的开始到伫今仔日，你一路带领阮。虽然讲这6个月的中间，你互阮一步一步行，阮有拄着快乐的事，阮难免也拄着互阮伤心的事，亲像阮所敬听的名义长老的丈母，就是苏兰姐的老母，伫2礼拜前离开这世间。今仔日是这个家族要办理告别式的日子，恳求上帝你亲自带领名义长老甲苏兰姐。互因伫这一切的过程中间，互因体会到，阮的生命拢是主你所定着。你爱阮伫一世人的中间，是伫遐来了解着你的恩典伫阮一生的中间，互阮体会着。有主你通靠，阮每一日拢是充满感恩的事。恳求上帝你也看顾阮西湖教会，就是即间奉主你的名来设立的即个属灵的大家庭。求主你互阮，虽然讲阮伫外人来看是一间真细间的教会，但是主。你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活中间，你是一路一路去带领阮，你也一步一步，互阮灵命来成长。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无分彼此来彼此相听、相扶持，互阮会当透过阮兄弟姊妹的听来做你。美好的见证，见证主你的听你的恩典是遮尔啊大，也互四周围的人对伫阮的相听，也会当平平体会经验着主你的听。主啊，愿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授予阮你的话，求主你互阮透过你的话，阮捌主你的道理，所以伫等一个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愿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论讲的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利益，互主你的道理伫阮生活中间来显明。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引带，愿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可能咱若对细汉就伫教会，应该拢捌听过即个人的名，叫做戴德生。伊是19世纪去到伫中国来宣教的一位英国宣教师。伊是1832年出世，1905年
伫中国来过身。伊154年22岁就到去上海开始伊的宣教。伊是中国内地会创设者、创办人。伊伫中国将福音带到迄个所在，伫遐起造侪间的教会，也真侪人因为互伊的精神来感动，也献身伫世界的传道。会当讲，伊是19世纪后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一位宣教师。伫伊宣教的过程中间，伊常常爱转去英国遐去招募青年人来对伊来宣教。有一遍，伊转去英国，也伫遐来面试遮个有志要来献身海外宣教的英国的少年人。伊的面试敢若问一个问题。伊问因讲：“你为虾米想要成做一个海外宣教师？你为虾米想要成做一位海外宣教师？”当然，这个少年人有侪款的回答。有的讲我对东方的文化真有兴趣。有的人讲，我出生伫基督徒的家庭，我对细汉就受教育，所以我要成做宣教师。有的人讲我伫大学学4档的神学，我想要成做宣教师。大家拢有大家的理由。最后，这个戴德生，伊甲遮个少年人讲：“恁讲的拢有道理，但是。”伊用伊几若10档伫外国宣教的经验，伊甲因讲实际上，一个代志是上重要的。宣教献身的目的，也是原因上重要的。伊讲敢若4个字，但是英文是2个字：基督的疼，基督的疼。咱分别这2项，这个少年人因为年轻，当问着讲因为虾米要成做海外宣教师去外国宣教，因讲的拢是我，无论因讲虾米理由，拢是我。但是戴德生教因虾米？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疼。这跳脱着用自我来思考，动机是基督的疼，动机是基督的疼。这也是戴德生伊一世人的中间，当大家问伊伫宣教的过程中间，伫开拓福音事工的中间，什么是上重要，也是讲什么是伊上影响着伊的一项事，伊拢是真一致迄回答，就是事工的中心毋是人，事工的中心是上帝。所以伊有一句话非常，咱若看迄个维基百科啦，你上网去查，拢会提到伊讲上帝是中心，上帝是中心。伊捌讲一句话。讲用上帝的方法来做上帝的工，安尼上帝就会供给事工的需要。用上帝的方法做上帝的工，上帝就会供给一切的需要。用上帝的方式做上帝的工，上帝就会供给一切的需要。这就是戴德生宣教师
伊的事工的核心，伊所做事工的核心精神。所以，咱会爱思考，是啥物来支持咱来做事工？伫教会内底，咱参与无共款的事工，是啥物来支持咱？是啥物会当支持咱伫基督徒的生活中间，会当通过逐款的试探甲挑战？这答案就是基督的疼，就是基督的疼。因为咱参与伫教会的事工，这毋是因为咱受到侪要求，不得不来做，毋是受要求，毋是要应付一个要求，毋是，这是出对基督的疼，主耶稣基督疼咱。所以咧，咱回应伊的疼，透过咱关怀的行动，透过咱服务的行动，关怀遐个需要关心的人，服务遐个需要服务的人，基督的疼，这是咱事工的核心。各位兄弟，咱知影使徒保罗将福音带到哥林多，并且伫哥林多遐起造教会。但是因为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大城，递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基督徒难免受到当地社会风气的影响，所以咧，哥林多教会难免会有分裂，互相的控诉。出啥物代志，大家去外口四界讲，甚至伫教会内底发生淫乱的行为，也是讲伫礼拜的特殊的中间得到混乱。过来就是信仰的无成熟，所以使徒保罗伊写批互哥林多教会，劝勉因，也是纠正因，劝勉遮的基督徒，纠正因的行为，指正因的行为，也教导因，教导啥物？莫效法即个世界。是爱学习主耶稣基督，是爱学习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主要迄讲的。然后哥林多前书15章迄讲啥物？使保罗甲哥林多教会遮的基督徒讲耶稣基督若毋是对死过活，保罗讲安尼伊就是一个骗子。若主耶稣基督毋是对死过活，安尼信仰就只是无彩工。所以使徒保罗伊甲哥林多教会讲主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对死过活，耶稣定死，第3日过活，所以咱基督徒，咱照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做咱性命的救主。咱基督徒也要甲基督做伙来过活，所以旧的我已经死，但活的是主耶稣伫咱内面的活。现在活的不是我，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咱对细汉青少年吟的诗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首诗歌，所以咧，因为安尼，咱
借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搁活，咱也甲主基督做伙来，搁活出新的生命。所以，咱所信的，拢是有价值，因为伫基督的内面，咱无过是活伫惊吓、活伫失望的中间，反倒等咱对伫永远是有盼望，咱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主要去讲。这幅图是描写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中，基督显现。这毋是战争一开始看袂出是战争，迄伪战争毋是。对马顶面跋落来，迄个就是保罗。然后天顶迄是基督显现。落去兄弟。但是上重要的，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上重要甲咱讲的是15章58节，甲咱提醒就是咱要怎样来得到信仰实践的动力，互咱所做一切，咱有力。伊讲第一，咱爱坚固咱家己，咱爱徛好在，咱爱徛好在。第二，咱莫摇掣。第三，咱爱常常尽力，莫惊艰苦，来为主做工。第一，咱知影要怎样坚固，要怎样徛在。就亲像耶稣甲咱讲的，咱建造物要坚固，地基就爱起好稳。咱教会边仔要拄光，要起30层，一说明会内底，即个营造厂上注重说，即个上伫遐一直强调是啥物？我讲伊用最新的上新的技术要来起，要保证讲这地基一定稳。然后连续壁，伊讲伊会用上新的技术。当然，咱知影讲这营造商当然为着互附近的厝边爱安心，当然会讲非常的挂保证。但是这就是甲咱，互咱会当体会到，建筑物要坚固。地基上重要，所以耶稣的譬喻内底，爱咱信仰就亲像起厝伫石盘顶，安尼咱的信仰就会稳，咱的信心就徛会在。要怎样地基爱稳？耶稣甲咱讲，咱爱捌上帝的道理，道理爱有捌，咱才徛会知，咱较会用。咱认捌上帝的话，捌上帝的道理，咱将这个道理活出来。当咱将道理活出来，用伫咱的生活中间。互咱哪来哪有信心的坚固，用安尼来面对生活中间的挑战。咱将咱所学的应用出来，然后伫应用的中间，咱才讲无怪，安尼圣经教的真正是真实。安尼敢是坚固咱家己的信心。亲像讲，伫咱的拄光的说明会，咱隔壁的拄光，毋是咱遮要拄光，咱隔壁的拄光说明会，伊伫强调啥物？伊强调一项事，互我印象足深。伊讲我即马即个上新的技术，台湾做，佫毋捌发生过啥物顺灵，
伊讲哦，我即个技术，其实我嘛袂记得，因为我毋是学土木的。伊讲一个什么对下骹顶对顶面，这个人帮师兄较知影，迄个一个专有名词。伊讲哦，即个技术吼上新呢，另外伫台湾吼到近都毋捌发生零损，上新呢。你想，伊强调啥物？讲即项技术伫台湾有迄用出来啊，毋捌发生零损。哇！安尼大家就讲哦，安尼较安心吗？共款，咱将圣经教咱的道理伫生活伫中间来实践，然后当你知影讲，我实践的过程中间，我以前无办法突破的一个挑战，但是当我将即项道理实际中间来用出来的时阵，伊讲哦，以前毋知影遮尔好用啦，安尼敢是提升咱的信心。你讲哦，圣经的话真正是真实，这就是互咱信心坚固，互咱徛会知。过来，毋通摇动。其实，咱基督徒难免会犯着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其实伫《伊索寓言》内底，这个父子骑驴的故事，常常就发生伫咱的生活中。我看这真难避免的。但是，这个父子骑驴的故事，咱对细汉拢一直伫遐听，真正值得咱来警戒咱家己。哦，这个父子骑驴的故事是啥物？就是讲，爸仔囝牵一只驴，行伫路中，然后咧，边仔的人伫遐一直伫遐凄凄楚楚伫遐讲啊，讲这爸仔囝哪会遐戆啦？有一只驴啊，你袂晓骑，你用牵呢？然后这爸仔囝伫遐听，愈听，哇，对吼，安尼好啦，老爸先骑。后生用行的，然后老爸骑驴，后生伫遐行路。哇，路边的人游玩话伫遐讲啊，讲啥物？老爸无疼心啦，家己伫遐享受，囡仔伫遐用行路，热天日头遐大，你看迄后生伫遐流汗啊。好，老爸讲安尼，我互后生。骑驴，我用行的，啊，敢就无话啊？有啦，甲话佫较侪啦。讲啥物？哎哟，囡仔人袂晓友好，伊仔人毋知影友好啦。结果要安怎？安尼好啦，啊，只有爸仔囝经即只驴，经即只驴啦。安尼就无话讲，敢是无话，有游玩有话。所以父子骑驴的故事，伫原来的伊索寓言，伊安怎做结论？父子骑驴，反被驴骑。无办法嘛，因到后来惊婴仔话，所以只有咧父子被驴骑，扛着驴子，叫做。父子骑驴，反被驴骑。保罗敢是也提醒咱，伫以弗所书4章14节，伊讲道理，互咱无搁做囡仔，至到中了人的诡计，甲欺骗的法术，互一切异教的风吹啊摇动。飘来飘去，就缀着逐样的异端。这讲着讲，咱若毋捌道理，咱无信仰的原则，煞变做互人的话影响来影响去，到后来咧，变做进退两难。
变做进退两难。所以这个父子骑驴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咱也来问咱家己，若是你会安怎做？也是讲伫一个工作的一个面谈工作的那个面试当中，这个主管问你讲，如果是你要来做经理，经理爱知影领导统御管理。好，你若是经理，面对这款父子骑驴的困境，你会安怎做？你想主管要听到什么？听到讲，其实真简单嘛。好啊，你来做计划嘛。路程你路程分做3段，因为目的是要将驴甲伊牵到另外一个所在，然后你路程中间你就分3段嘛。第一段，老爸骑驴，囡仔行路。然后咧，中互驴休困，两个人做伙行，牵着驴行。第3段，就后生骑驴，老爸行路。到第4段，到目的地啊，到着你要去的所在，然后咧，任务完成，敢毋是安尼？这就是讲着讲，咱有计划。计划就爱知影你要达成什么目标，然后咧，咱有一个原则。这就讲到基督徒爱有信仰的原则，用信仰的原则，你知影你要做什么，来面对逐样的挑战，也是讲面对人的话，你知影你在做什么，这是真重要。上惊的是，咱毋知影家己在做啥物，所以互真侪无了解代志的人，伫遐讲真侪话，影响着你安怎做。这需要一个信心，就这项代志我一直在做，我比别人应该加较知影会拄着啥物问题，拄着啥物挑战。这代志的内底有啥物美角需要处理，咱比别人搁较知影。所以咱就袂互别人的真侪用啊话啦，还是别人无了解代志所提供的意见，煞伫遐扭来扭去，直到后来，敢是会有亲像父子骑驴共款，父子骑驴，反被驴骑。这是一个。对伫无信用的人，会当讲是一个管理学的一个问题。对伫咱来讲，就是咱基督徒，咱爱知影信用的原则是啥物，然后咱为着实践信用，咱爱做啥物，咱也清楚。其实这条路搁较好行。咱就袂阁变成做较流汗，互人嫌啊流烂。难免有时阵，咱需要修正；难免有时阵，咱需要暂时忍受着别人的无了解。代志还袂成，当然会有真侪未来的不确定性。亲像隔壁迄拄光，当然。住厝边的会伫遐紧张嘛，拆厝袂输迄地动，以后起厝要安怎？也是拆厝乒乒乓乓，然后以后起厝要安怎？都有不确定性。但是当营造厂的代表来，伊来说明，伊讲即个工程说明工程要安怎做，下骹拍入去，顶面嘛做伙拍。然后伊讲连续壁会做较高，还是讲即个围篱会做即个遮盖，安尼石头啥物有诶无诶，还是讲难免会有东西掉落，至少有基本的保障。然后迄个围篱会留1.5公尺，让你
至少摩托车勉强可以过，双人可以错身，袂亲像鹿港的那个巷子那么矮。哇！安尼咱听到就放心。原则，原则是啥物？然后咱敢知影咱要做啥物，目的是啥物？这敢是真重要。但是这一切对咱基督徒来讲，就是爱对捌上帝的道理开始，捌上帝的道理啦开始。然后咱知影咱所做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疼，咱知影咱的目的是什么？咱知影咱的原则是啥物？原则主耶稣的疼，就是安尼，咱才会当尽力，毋惊艰苦。所以加拉太书6章9节讲是啥物？咱行好，咱莫丧志，灰心丧志。安尼，咱死稿就会当修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为主耶稣基督会听甲稳定，伊互咱会应允，咱就有永远的确信。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伊爱咱每一个人，你我每一个人，拢爱伫家己的位置顶面，咱尽咱家己的气力，尽咱家己的气力。咱透过无同款的方式，咱服务人，无论什么时阵，无论伫倒位，拢爱咱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的道理，透过咱所讲所行来分享互人，互更较侪人会当白白来经验到上帝的疼甲稳定。落兄弟，咱爱伫咱家己的位置顶面，咱徛稳，咱莫摇动，咱也莫惊艰苦。咱来为主耶稣基督做工，互主耶稣基督的疼，成做咱信仰生活的动力。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的带领，互阮2024年已经行过一半。阮感谢主你的稳定疼痛。你的固守，你的带领，常时，阮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互阮对伫主你的道理，阮充满渴慕，互阮愿意捌主你搁较深，也透过认捌道理，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也互阮知影。你的应允，就是你互阮永远袂改变的平安甲欢喜的应允，带领阮，互阮得到对未来的信心甲愿望。主啊，愿未来的路难免会有困难甲挑战，求主你的圣神。赐阮信心，赐阮勇气，遥阮会当时时刻刻会当体会到主你的疼，互阮对伫你的疼来得到向前行的动力。主啊，愿献互主你，愿主你亲自带领，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煞只是咱要来做伙收主的圣餐。大声先麦克风试音，敢有听到？好，咱请长老来举办圣餐桌。
咱要现在咱三个来吟圣诗366首，祝你的身躯替阮拍破，流出你宝血，显出你疼我。当我要坐倒，恭敬感谢你，用安尼笑脸，用安尼笑脸，用安尼来笑脸你。咱一个吟就好。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依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耶稣讲：“我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耶稣阁讲：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做伙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伫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盘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骂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
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额头来祈祷。稳定疼痛的主上帝，阮即马照着主你的命令来摆设即个宴席，阮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神圣别才会摆列伫主你的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伫信心来有份伫主你的身躯甲保护，也会当对伫主你的稳定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会当伫你的稳定的中间，阮来成长。也会当透过对主你来的快乐，愿所做一切荣耀主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长老来旁边。主耶稣基督的身躯，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长老来捧杯。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设立的，
见若啉的时，就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稳定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愿专心感谢你。因为你会听遮尔啊大，你互阮通做伙领受你的圣餐，互阮的灵命得到培养，也会当互阮搁较明白你的听，你的稳定，也互阮透过领受圣餐。搁一遍提醒阮，就是阮拢是主你的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你也提醒阮，对伫同一个信，你互阮彼此也诚做基督身躯的一体。感谢主你，互阮通诚做受你祝福忠信的信徒，也诚做你永远的国度的护卫。听阮的主耶稣基督，也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每一遍，当阮搁一遍献上阮家己互你的时阵，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透过每一遍甲主你圣洁的沟通，阮所做一切，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无论是阮做的，也是领受的，阮拢通荣光主你，恳求主你帮助阮，要阮毋是干那求家己的好，阮是关心着阮四周围的人，要阮会当。将阮的生活，拢会当诚做伫疼痛、稳定的见证。阮将阮的性命献互主你，将阮的生活互主你来引带。愿主你的圣神伫阮每一个骹步，拢诚做阮的帮助。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神的名。阿们。应答上帝话，咱三个来吟圣诗510首，圣诗510首。阮群做工无嫌劳苦，欢喜来做天父工程。这是我主所行的路，路不应该缀主来行。圣诗510首，咱起哩三个来吟。
诚济。即时咱要来奉献，咱请民兵之士、渔阳之士来书献。现在大家平安。平安。即时我来报告，咱来看报告事项。第一，今仔日咱共修圣餐，愿上帝带领咱兄弟姊妹共享主恩。第二，原定今仔日礼拜后要举行的中职会，咱延到后礼拜来举行。第三，林虽然姊妹的母亲林黄碧女士，就是咱民意长老的丈夫。今仔日举行告别式，愿上帝安慰慰祝，请咱兄弟姊妹来关心代祷。第四，需要7月到9月4天份汇表的兄弟姊妹，咱礼拜当个招待到遐来摕。第五，咱每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是咱教会查经祈祷会，6月起主题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1:23书，请咱教会兄弟姊妹踊跃参加。第六，需要探访或者是愿意开放咱的家内举行家庭礼拜兄弟，请来咱牧师，也是咱教会中心以伊来安排。第七，后礼拜主日礼拜，特别是咱伫天年的白。经文是马太福音6章9至15，约翰福音15、14，圣诗是194、23、395，启应文是第7，这写拍毋着，是第7篇，启应文第7。金句是约翰福音15章14节。咱来看聚会活动，咱的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乐队练唱是早起8点45，咱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每个月咱有拜六有一摆插会班是早起10点。后礼拜查经经节，甲着咱顶礼拜的奉献出席，请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请咱用会计来更正。咱来看本周的事工事项。交代是文良兄、贤忠兄，插花是秋妹执事，青草是秋妹执事。后礼拜讲道是牧师，书会是秋妹执事，书琴是牧师娘，领像我本人。书献是玉珏执事、渔阳执事。交代是应天祭、淑文祭，插花是插花班，青草是素琴祭。咱来看咱即礼拜金句。所以我所听的兄弟恁着坚固，无摇掣，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磨伫主的，毋是空空。来，所以我所听的兄弟恁着坚固，无摇掣，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磨伫主的，毋是空空。所以我所听的兄弟恁着坚固，无摇掣。
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是康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劳动，常常协力多做主的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好，这是咱议员这地，大家用手拱手来互相请安，来，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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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佫大声咧吼！今仔天气足热啊！今仔日牧师所讲的题目，耶稣的疼，回应这份爱，就是关怀别人，互人会通感受基督的疼。而且我有感动，即摆我到缅甸去西班牙，定定会撞到遮，咱伫欧洲拢会撞到一寡会来带你说来带你摕物件来带你买买礼啦像手环啦、玫瑰花啦、幸运链啦、玉米啦，让那喂鸟的啦咱拢知迄拢是有点诈骗骗子我伫顶摆时伫意大利时看到一个上特殊的，就是查甫的男扮女装规身躯安尼穿白衫，然后用白安尼整个白白的打扮成为所谓的，敢若是一个书架下面来你祝福来跟你握手祝福。我们就说大家拢会相表，到尾一个他找到一个女孩子，是大陆的女孩子。然后他就跟他握手，哇，他也很高兴，好，那幸好那只有我能够握手，握完之后他就要跟他拿钱，1至2欧，然后那个小姐就很压抑，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中间有一点争执到最后还是坚持，然后就给他2欧。他说不是2欧，要4欧，为什么？因为肚子里面还有一个肚子，他说她怀孕，其实那是男的。他说他假扮成女孩子他说意大利对，他说肚子还有一个要4欧。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真的是在意大利。那这一次我们在西班牙，常常为了这个事情，没人看到就讲，哎呀，你那不好意遇到那个弱小的还是残疾的什么，我拢讲，哎，那骗的，每日都在咧讲一句话，你是长老呢？我就想讲，我在帮你解围，就来讲一句你是长老呢？我的心里就很挣扎呢但是我们如果遇到街头表演的，那就不管是这次看到我们看到好多年纪长者都在那边弹吉他，然后表演，像这个我们都很不吝啬，一定会给他们，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实力然后其中就有遇到一个弹吉他的，美燕也就给他了，然后他就来了一段，美燕现在都学佛朗民歌嘛，现场就舞了一段，哇！现场观众大概就很惊讶，然后弹的人也很高兴，有人跟他互动这样就很高兴这样子，总算这样子好重点我要跟各位讲这次我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去米兰之家的时候，他那是一个大道，在边的时候，你经过的时候，我看一个少年呢，他只有上半身，只有上半身，对就只有上半身，我只要看一个，真的是心里真的是，我们有四目目睭对看呢，看得出来就艰苦，想要买伊，他也看到我，但是时间我嘛是经过嘛是无伊啦。就有点心里有点挣扎，什么挣扎？看到米兰之家回来的时候，迄刚都要开始落雨就开始回来了。就看到本来想说回来赶快那条路嘛，就不要好伊安尼。结果看无人，但是看到边一条乌托拜，那一个少年人带个披风，踮遐咧收物件就对，一个看风原来就是伊啦。你了解无？是一个正常人，然后他用披风一倒咧，跟他露出上半身，然后让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么可怜，那你半死娘娘，这么可怜人，
原来讲伊嘛是要爬起来得穿衫，所以说很多哦，这个是太多了哦。刚才我无用，我老好伊哦，真的是好。有一句话说，施予的、给予的快乐，比得到的快乐更快乐，对不对？要听给嘛哦，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嘛。啊，这届我也无法胖起，哦，我也无法胖起，那是我真的是很喜欢的一顶帽子，哦，啊胖起了，心内是足艰苦的吼，啊唔敢讲啦，讲出来惊去用笑安尼，人家都说要注意，然后你这么大的一个人，一个帽子放在你的胸前，竟然会被人家偷走啊！我就一直很隐忍，安尼都在隐忍安尼，唔敢讲了嘛，到了最后回来才讲嘛哈。但是你看看，我就转个念。说不定那个人偷我的那个人，他真的是一个很弱势的人。哎呀，真的对啊，我那边哦，就转个念头，哎呀，我帮助他了，17.5欧呢，17.5欧码头被炒到被600-700块呢哈。但是你看看，没有了。但是回来把这个事情一讲，刚好遇到我们玉姐，哦，他们要去那个。捷克，我就请他帮我买，他也帮我买一点，我就很高兴了啊！我就在期待说，哎呀，看有没有人，下次有没有人要去那个西班牙的？谁知道说我们的谢宝姐po了一篇文章出来说，我想说，他是不是在明示还是暗示啊？有人要去，是我们延兴啦哈，我们以前逐日学的延兴，他们现在可能还在，他们就是有一个行程。法国跟西班牙，啊，我就一直啊，这个是不是刚好要来？我就拜托了啊，就透过谢宝姐，跟他联络。哎呀，他们也帮我买好了，甚至买的那顶比我原来那顶我还更喜欢。你看看这个有时候怎么解释？你看，本来一顶，现在变成2顶，说不定还有3顶、4顶呢。啊，真的是安尼哈，有时候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关怀别人。可能上帝知道，让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有转机嘛？从那个西班牙到土耳其，先3个小时。我们很喜欢，刚好抽到那个靠窗的2个位置，但那个是242的，好2个位置啊，刚刚好。我就想给他变瘦这个问题啊，每天都在这工作。啊，回来的时候2个号码不一样啊，我就开始我都觉得烦恼啊。哇，这10几点钟、12点钟，啊，那搁坐无座位随便啦。结果我们就在期待，然后一直走到里面的时候，就不晓得这个位置在哪里，就问一下那个空务员，结果空务员说，你们2个位置就是坐这一排，哪一排？就是第一排，飞机的第一排知道哈，那个是最好的，介于就是商务舱的，就是讲卡骨会当存等的对了。哇，那对我来讲真的是我们那团大家看到我们，哇，都很羡慕。哇，梁大哥，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有家教还是什么？你们的怎么样？怎么可以坐到这么好的位置？你看，真的是很奇妙哈。所以说，结论就是要关怀别人，看到需要的人，我们就要关怀。说不定这个就是就是隐约就是要给你的，对吧？听得还很感动哦，好，就欢喜啊！我也在期待我的帽子赶快回来。好，咱现在要来3个人献诗402首，献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搁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让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找引带失迷人，这是我人生必切愿望。咱起立3个人。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
咱就爱掠条主耶稣基督的道理，伫咱做任何的代志的中间，咱尽心尽力来做，咱就袂摇错，咱就徛会知。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更变照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